繼續來講，這個台中的北區昨暝有一台休理車，因為車軸有問題，警方要甲查落來，結果駕駛心虛，逆向催速度逃走，駛入去一條死巷啊！駛落去，駕駛是目去，一路甲車駛出來，怎啊弄倒着停佇個路邊的3台機車，佫佇個路口下弄一台機車。女騎士受傷，休理車是一路退，一直退甲弄到人行道才停落來。第一時間，駕駛甲車頂一個乘客車彈的逃走，最後是警察甲民眾合齊，甲人抓起來。原來2個人攏有食毒。烏色休理車為巷口駛倒退去弄了一個騎奧多麥女騎士，這個女騎士根本就袂負反應，弄一個倒佇土坎。這台車調出了，佫一直駛倒退，一直弄到人行道才停落來。幫忙一下，幫忙一下，幫忙！員警請鄉親鬥相共，因為當時這個休理車內底2個嫌犯車綁咧，想要走。走相續2個嫌犯想要反抗，不過最後在警民的合作之下，攏被抓到。這邊就一個警察在追一個車子，出去就聽到一聲嘣，幾個警察就在那邊，好像把這個歹徒壓下來。代志發生在台中北區雙十路一帶，昨暝11點外，警方發現這個休理車的車牌有問題，想要甲查落來問，不過車內駕駛並無配合，顛倒正向加速要逃走，要駛入巷仔底，發現講是死巷，隨後駛倒退，過程中先弄倒3台停佇路邊的奧多麥，最後駛出到巷仔口去弄到經過的騎士。撞很大力，地震了3個。奧多麥被弄到了後，手環、外國汽車零件落甲滿世界。加在這個女騎士送醫急救了後，傷勢未起威脅到性命。全案以公共危險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罪嫌，已請台中地檢署偵辦。警方當時就抓到姓張的駕駛，甲伊一個姓黃的朋友，並且對因進行毒品的快篩，結果2個人攏出現陽性的反應，並且佇車內去查扣到安非他命甲煙彈。問完筆錄，就將因移送地檢署。